为什么我的老婆是女鬼？这要从几个月前说起。20岁就死了，可惜了。来炷香吧，这可是我们泰山玉皇殿的头香，皇帝老儿当年都用这个，好东西嘞，便宜你了。这感觉阴恻恻的。陆哥，这边的坟头香都上完嘞。是啊，陆哥，都好了。行，找个地儿歇着，等天黑，逮他。陆哥哥，那徐老太爷当真变成僵尸了？包的，今晚10点，一准从棺材里坐起来。过年没地儿去，上俺家耍呗。俺妈包的饺子薄皮大馅儿，香死个人。去俺家，去俺家。陆哥，俺姐长得可俊嘞，你再不去，俺姐夫就真成别人了。到时候再说，过年关里事儿多，老头子不一定放人。说起来，身穿到这个世界快1年了，掉到这儿，幸好被真龙观那个为老不尊的老道士捡了回去，还意外激活了系统，总算饿不死。娘啊！陆哥，快看，那娘们儿腚真肥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访尸口刚出来的那队人看到了没？亲娘嘞，这也太骚了！腚比肩宽，胸比头大，比上次咱们在边境筹到的那个大洋麻都带劲。净瞎说，我来评判一下。天桥风也掠过，心中起涟漪，上映场灯着，简直就像一颗草莓味的阿尔卑斯奶糖。就算是有千年道行的狐狸精，都没他这股劲儿。这武听观啥？是武听观的人，关外道门第1大关，他们的人怎么会出现在宁远这种穷乡僻壤的小镇子上？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敢问道长，此次仙驾莅临，不知是云游参访，还是有何道缘？呸！叫你一声道长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我师兄跟你说话，你那耳朵眼子是钉眼子是不是？嘿，你们这些乡野村夫好生粗鄙！我师兄懒得搭理你们，那是你们不配。你们又算什么？凭什么要我师兄搭理？我们是什么？你去奉天城这地界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陆哥白袍小道的名号？什么白袍小道、黑袍小道的，真龙观又是什么鸟观？听都没听过。就这一身破烂，多久没洗了？还白袍小道，真是不知羞。哎呦！是真龙观的白袍小道陆远小道长吗？在下真龙观弟子陆远，敢问夫人是？宋美琴，你还记得她吗？年终时你去她家处理她那死鬼丈夫的事儿，你走后，美琴可没少在我耳边念叨你，把你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。原来您是秦姨的朋友。怎么，刚才听着像是吵起来了？回夫人，我们今晚要在此处逮个脏东西，看这阵仗，怕是跟你们的事儿撞上了，便想问问清楚。我们这边兄弟说话冲，就吵了2句，倒是惊扰夫人了。我们只是路过，要去的是前面那个山头。那便好，就这点小事，打扰夫人了。听美琴说，陆远小道长本赏本事大，人又会说话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秦姨惯会捧人，一点小事儿也被他夸上了天。他呀，可从不轻易夸人。我俩从小一起长大，还是头一回听他这么夸一个男人，定是小道长你有过人之处。
小道长今晚是何事？要到几时？我们今日的动静恐怕不小，怕耽误到你。一只僵尸，晚上10点出现，顺利的话10点半前就能解决。徐老太爷的墓？什么？去，装神弄鬼，这儿哪有什么僵尸，净瞎说。夫人，你们要忙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是凌晨的伙计。那便好。既是如此，那我等就先行一步了。夫人，走好。陆哥，俺饿了。俺也饿了。法坛和把式都布好了，你们在这里守着，我下山去买点吃食。俺想吃熏肉大饼加烧鸭子，俺想喝羊汤多加辣，还想要瓶橘子汽水。吃点干巴的，羊汤我怎么给你往回带？等整完这头僵尸，咱们再去镇上好好喝。是那个美妇人的人，他们怎么来了？福生无量天尊，不知几位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们那边晚上杀了3只羊，夫人念着道长几位还在这边受冻，便托我送来些热食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无功不受禄，我们这……夫人说了，您是宋夫人的乖侄儿，那自然也是她的乖侄儿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不需客气。道长若觉得不够，随时可以过去添，两边山头隔得也不远。整吧，这下羊汤喝上了。把碗筷拾到拾到，我去给人送回去。好家伙，这么多灵肉，还有3块蓝色的，怪不得把方圆10里的邪祟都引来了。吃完了，好吃吗？这可是我特意从奉天城带来的厨子。好吃，真好吃，谢谢夫人。还叫夫人了。这不是还不知道姐姐叫什么名字吗？嘿，我的乖侄儿嘞，你管我叫姐姐，管你美琴姨叫姨姨，这辈分可不就乱了套吗？姐姐实在是太年轻了，我一时给忘了，说秃噜嘴了。好啦好啦，还是叫姨姨吧，不然姨姨可平白比你美琴姨小了1倍嘞。姨姨叫赵巧儿，听过吗？原来您就是那位堪比嫦娥下凡的赵会长嘞。就你小嘴甜，羊汤够喝吗？我们这里还有不少，别跟姨姨客气。不是的，巧儿姨，您这阵仗可真不小。我刚才过来时，发现周围已经聚了不少厉害的脏东西了。确实，我这事儿比较麻烦，所以特请了武清观的道长前来破荒。目前来看，当真是有些麻烦。要不，夫人，您放心，有我黄冠敏在这儿，保您无虞。既如此，乔二姨，那我便先走了。等过年时若是得空，我去府上给您拜年。夫人，您把心放肚子里，千万别信那些不入流的小门小派，周围不过是几只道行浅薄的小邪在罢了。您放心，我恒敏师叔马上就来。他年仅27岁，已摸到天师门槛，有他在，万无一失。
有小道爷在，人家就安心了。距离子时还剩3个小时，时候不早了。最后检查一遍法事，顺便请老乡们吃顿晚饭。分开走，老规矩。各位四方邻里路过宝地，叨扰了。有家的归家，有庙的归庙，无家无庙的且顺着光亮往前走，莫在此地受凄凉。拿了香火便是缘分，各自安息，自有福报。清香通法界，供养无主灵。太上敕令，超汝孤魂。香云飞盖，净通幽冥。受此香供，一盏清香，普同供养，勿扰阳间，各得安宁。还不错，老乡们都很安分。吃了香就是承诺，只要供奉到位，他们就不会捣乱。这么年轻，可惜了。又见面了，清婉姑娘。泰山玉皇殿的头香，1年下来也没剩下几根了。咋样？我家乡的味道是不是跟你们这里不一样？应该更好吃吧？天清地宁，法令通行，此间幽冥听无炷香。而前缘已了，旧债未明，今以天香暂为魂灵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莫困此地勿轮回。3炷明香指路途，一盏心灯照幽冥。得此供养，速速清明。各寻缘法，勿滞勿停。安心上路吧。咦，陆哥，你跟这老乡认识，咋还单独给他开小灶念上咒了嘞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20岁就没了，有些可惜。那他运气还怪好嘞，毕竟咱陆哥正经给人念叨一次，少说都得10块钱嘞，让他赚到嘞。别拼了，你们那边都妥当了？妥了，香火无碍，法事也安然无恙，万事俱备，就等那徐老太爷了。谢。你们刚才听到什么动静没有？啥动静？没听到啊。我的斩妖除魔系统没有任何标识，连我自己的灵觉都如同死水一般，毫无波澜。难道真是我听错了？没事儿，估计是风声，听错了。走吧，最后检查一下法器，准备开工。点灯。吃。烧！天地玄星，万气本根，破！二小，灭灯，收拾家伙事儿。程安，下山找东家结账。好嘞。10点23分，刨去等待的时间，解决这只3星僵尸，满打满算8分钟，不错，道行又精进了。陆哥哥，待会儿咱们去吃啥嘞？待会儿收完东家的钱，去镇里看看呗，有啥就吃啥。俺想吃馄饨，成。8星精怪，穿越这么久，遇到最强邪祟是师傅救我那次碰上的10星异鬼，可随着实力变强，异鬼如今顶多6星，可这个居然是8星，人面两角羊比鬼物更凶，实力如3星天师。赵巧儿到底在整啥活？陆哥你咋了？脸白的跟纸一样。没事儿，山风吹的。程安还没回来，快了吧？这都快1个小时了。爹呀！爹呀！道长，
这是说好的辛苦钱和罐里的香火钱。道长，家族此后当真能安宁了吗？尸身虽毁，愿职未散尽。徐老太爷所化非寻常尸魅，乃是地脉志气合了血亲执念所生。寻常祭奠反会滋养残怨，使其死灰复燃。东家不必如此，今后祭奠需循3验40炼度法。3验40炼度法，每年霜降子时3克，于府西北商门卫设计。陈年糯米1升，棺木铁钉7枚，未开口的竹筒清水。快记下！行礼10念，太阴开图，地官射过，尸尘归土，直化清风。只念3遍，多则引阴，少则力弱。若供桌漏水，铁钉震颤，即刻焚此符；若竹筒爆裂，糯米转黑，便是怨念反噬。须往正东生门7日，紧闭门户，夜不点灯。满24年，残怨化祖阴，方是真正安宁。活神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分内之事，多谢。陆哥，总算完事了，下山吃馄饨，俺要肉馅的。对，热腾腾的肉馅馄饨。成，走吧。孔蒙登，一为警示生人，二为血灯求救，不好，出大事了！都别整了，今夜先回去，明儿一早再来10度。陆哥，咱你俩也走。哎，陆哥，啥话呀？那也太不仗义了！那边都发血灯求救了。对，咱一块儿去。别废话，那边的邪祟道行太高了，咱搞不准。你们去了也是送死。武清观那帮家伙的死活我可不管，但巧儿姨不能出事，吃了人家的，穿了人家的，这人情必须还。我一个人去，目标小，还有机会把他救出来。陆哥，那你注意安全，俺俩先去徐家等你，一定得平安回来。这吊死鬼起码100多年道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完全不对。我探查时，明明都只是一些不开灵智的小鬼，怎么会有100年吊死鬼？这动静是那头两脚羊。武清观追了整整3年的大凶，人面两脚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被做局了，我们肯定是被做局了，各自往外突。这活计没法整了。师叔，那我们走了，东家怎么办？这些东西明显是冲着东家来的，还管个屁的东家！我们自己能活着滚出去，都他娘的是谢天谢地了。师叔，最起码带着东家出去吧，要不然这事儿传出去，咱们武清观名誉扫地啊！色迷心窍的蠢货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想着你的骚狐狸！师兄，快走吧，别管他了。他们要抛下我，自己逃命。快保护好小姐！乔二姨，我来救你了。好侄儿，你别吵，上来，快！道长，王管家，不用管我们，这些东西是冲着巧儿姨来的，我带她走，邪祟自然会追过来。你们趁机下山，去镇子里的公司躲着。听我这乖侄儿的。系统地图开启，左前方3只油环，右侧小路干净，走右边。好侄儿，乖侄儿，姨这遭难若是能趟过去，一定把你当亲侄儿疼。到时候你要啥，姨就给你啥，保你荣华富贵一辈子。纯是因为您这样的大美人要折在这儿，太可惜了。咱心里不落忍，您放100个心，今儿个肯定给您这大美人拖出去。当然，赏钱该给还是得给的，越多越好。姨，信你。坏了，下山的路全被邪祟堵死了，根本冲不出去，只能先躲。雪儿小说前面几百米有个山神庙，就去那儿。正神当值的庙宇，看这些邪祟还敢不敢造次。坏了，这山神早不知道多少年没回来了，
这庙就是个空壳子。徐二小这小瘪犊子肯定是偷懒了，娘的，遇上猪队友了。乖侄儿，咋了？怎么不走了？没事，乔二姨，放心，我说保你安全就保你安全。去山上找雷火石，希望王承安这小子可千万靠点报，不然今天真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好侄儿，乖侄儿，放姨下来，姨自己跑。斩杀僵尸徐老太爷，3星奖励结算完毕，体质些许增强。乖侄儿，姨可沉了，累坏你了吧？不累，一点不累。邪祟最多还有3、5分钟就上来了，必须快！啊，乔二姨，别歇了，赶紧找雷火石！雷火石，雷火石！雷火石是什么？上面黑黢黢的，像是被雷劈过、火烧过的石头。乖侄儿，咱刚才不是快下山了吗？怎么又上来了？邪祟太多，路全堵死了，得靠雷火石指明生路，才能冲出去。待会儿就算找到雷火石，他还有力气背着我下山吗？刚才冲上来时，他明明就已经像彻底没力气了。滚！娘的，雷火石呢？王承安这小瘪犊子不会又唬我吧？啊！找到了！去！快上来！乖侄儿，姨不能再害你了，你自己下山逃命去吧。这玉佩你拿着，逃出去后去找王福，他会给你一大笔钱，保你这辈子衣食无忧。哎呀，你这臭娘们儿！我辛辛苦苦跑过来，现在你说不想活了？你早干嘛了？赶紧滚我背上来，快点！这金光竟如此霸道绝伦，我们有救了。可是他的体力……这是第3次看见他了。鬼打墙！什么？这不是真的。就是现在，灵台方寸，邪祟莫侵。畜生，你的对手是我！灭术，休得猖狂！哼！地脉如锁，困邪阵坠。风！又想织梦，不行，单凭这点疼痛撑不了多久，必须主动出击。五雷正法，破妄诛邪，击！
金光护体，百邪退避，吃！太强了，灵力消耗太快了，快了，再撑30秒，只要30秒。不好！躲不过第2击了，只能硬扛。巧儿应该快到了，扛下这一击我就撤。完蛋了，这下真的要死了！几星！1、2、3，整整10颗满星，这意味着20星的危险级别。秒杀了！这是一种纯粹的力量碾压，就算是我那为老不尊的师傅，怕是都没有这么轻松写意。顾清婉，想起来了，今天那座孤坟，死者顾清婉，卒年20，好累。他应该不会弄死我吧？乖侄儿，陆哥，陆哥，你醒了！我活下来了。乔儿姨，先扶我出去晒晒太阳。好。快，弄把躺椅来。啊！快把鸡汤端上来。嗯。你们也都下去吃点东西吧，甭搁这守着了，闹哄哄的，吵着我侄儿了。是，夫人。姨，让别人来就成。别人来我不放心。我咋回来的？俺俩去时你躺地上，抬你回来后，郎中说你没事儿，休养就好。我被两脚羊重创，半条命没了，是鬼新娘救了我，得去道谢。你们两个去外面找下家活计吧。不干了，姨养你一辈子。啥话里？咱有手有脚的，干啥让姨养一辈子？那咋啦？姨有的是钱。你跟姨回奉天城，姨给你买套大宅子，以后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哼，姨，不是我不想去，而是我这条命是老头子救的，作为他的弟子，我肩负着光耀宗门的职责。嘿，这套说辞对秦姨管用，对巧儿姨应该也成。二小，下一家是哪儿的？
陆哥，下一家在东林村，离咱这儿30里地。东林村的村长家小孙子撞邪了，一直发烧不好。行，收拾收拾，吃完饭咱歇一会儿就走。走啥呀？就算你非得干这活计，也得养好伤呀。你看你现在都啥样了？先甭去了，跟姨回奉天城，姨给你找最好的郎中，咱先把病养好。那不成，快到年关了，观里的师兄弟都出门了，我回去养伤，没人来接班。东家们可都眼巴巴等着我们去救命呢。我们撂挑子不干了，这不是拿别人的命玩笑吗？我也没啥大事儿，晒3天大太阳就成。感慨我这乖侄儿心就是善，若非如此，又怎么会舍命救我呢？姨，放心吧，咱肯定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等过年的时候，咱还得去奉天城给您和秦姨拜年嘞。真是个小将种嘞，快吃饭。道长慈悲，福生无量天尊，都办完了。托道长的福，山上都整完了。你这身体，我没事儿，晒会儿太阳就成。老爷子，我正好想问您个事儿，山上那座孤坟，您知道是啥情况吗？孤坟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女人是我奶奶那辈儿。那您快说说，她是啥情况？咋死的？20星的危险等级，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她可怜啊！当年还是前朝县令的小孙子在河里摸鱼，让水草缠了脚。顾清婉在岸边洗衣服，扔了棒抽就跳下去救人，人是推上来了，他自己却让河底的暗窝卷走了。救人溺死，虽然冤，但力气还不至于到20星的程度吧？镇里老规矩，未出嫁的姑娘横死，不能进家门，怕带煞气。族长说，投水的是煞，得在村口挂3天，让日头晒，野风吹，煞气散了才能入土。他弟弟不乐意，跟镇里人吵，结果被人一推，脑袋撞石头上，人也没了。他爹娘受不了啊，2天，儿子闺女都没了，爹吃了，妈疯了。最后他还是被挂在了镇子口那棵老槐树上，整整3天。他不是救了县令的小孙子吗？那县令就不管？哼，那县令是个混蛋，不把咱们当人，理都没理，还怕变成厉鬼找他家麻烦呢。人心险恶，果然不是所有人都跟巧儿姨、秦姨一样知恩图报。不过这经历虽然惨绝人寰，但总感觉还差点什么。对了，他死的时候是一身红衣新娘装。道长，这还不算最可怜的，2、3年后，他被人刨了坟，开了棺，配了个阴魂。你知道男方是谁吗？就是那个被他救上来的县令家的小孙子。没听错，就是顾清婉救的那个小孙子。顾清婉虽然把那小子救上来了，可他还是呛了水，落下了病根，得了痨病，没撑几年也死了。那县令念叨着自己孙子才10几岁的年纪就没了，就找人给他配了个阴婚，也不知道怎么着，就给配到顾清婉头上了。那县令伙同着族长，就拿了2块银洋去唬弄顾清婉那已经疯傻痴呆的爹娘，这事儿就这么成了。最后他们刨坟开棺，给顾清婉重新穿上红嫁衣，然后重新下葬。那当时顾清婉都埋了快3年了，那尸身……说来也怪，按理来说下葬2、3年都应该不成人形了，但开棺后还是跟刚死的时候一样。许是那一口怨气吊着，所以尸身不腐吧。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了，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我呢，这些事情也都是后来听说的。陆哥哥，咱们走吗？你们在这儿等会儿，我先去一趟山上。你俩拿钱去镇上买点东西，少啥买啥。太惨了，这桩桩件件
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。这种血海深仇，我哪有道符化解得了？看来只能回真龙告去问问那个不着调的老头子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得去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。我陪你一起去，我不放心。也好，正好有些事儿要问问巧儿姨。武清观的人上午来过了。那可不得来吗？干出这种临阵脱逃的丑事儿，他们武清观的百年招牌还要不要了？不过我懒得见他们那几个小喽啰，让王福去把人打发了。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那怎么可能轻易绕过他们？先抻抻，等他们身份高的人来上门跟我谈。看来我这大美姨是准备狮子大开口了。不过武清观这事儿办得不地道，也不冤，怎么会被脏东西缠上？年轻时家里说了个相好的，刚开始挺不错的，为人也上进，我当时也挺稀罕他的。结果后来被我发现，他拿着我的钱在外面养娘们儿，我气不过，拿着我的钱养女人就算了，那女人还不是个好的。一气之下，我就找了人把他们丢了出去，再也没见过。好嘛，就知道这位大美姨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般温香软玉。这对狗男女的模样我都快忘了，结果最近突然就缠上我了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就看见他俩站在我床头，阴森森地盯着我，晦气得很。这件事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，10几年前的事儿，现在才突然缠上来，多半是祖坟出了问题，阴宅不宁，阳宅不被算计了。我这事儿在奉天城里不少人都知道，想来是那几个生意上的老不死，提前在这儿给我下了套。巧儿姨，您若信得过我，等我这趟活计走完，我上门给您破荒。这段时间，您将这惊蛰铃挂在身上，保您不受那俩邪祟的侵扰。姨现在除了你，谁也不信。我手上还有2个活计，都了结了，再回趟观里，怎么着也得10天半个月之后了。您放心，年关前肯定给您办得妥妥帖帖。能快点就快点呗，姨想你了。成。姨，你们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一个人过去。你一个人行吗？姨，我的本事你还不放心吗？再说了，若是我不行，你们这么多人上去也没用啊。顾姑娘，多谢救命之恩，你的事我已尽知，定会想办法助你脱离苦海，早日往生。乖侄儿，到了奉天城，一定要先来找姨。一定一定。陆哥，俺饿了。俺也饿了。再往前走走，前面就是林家村了，那里的猪肉火烧香的嘞。成，那感情好，到时候俺一人得吃5个。俺也一样。陆哥，咋了？后面没人啊？不是这尊超级大凶，怎么缠上我了？不是，这啥意思啊？该谢的也谢了，香也上了，这跟着我是要干嘛？陆哥，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你可别吓唬俺啊！是啊，陆哥，你这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，后面有东西。没事儿，刚才晃了下神，以为走错路了。快点走吧，去晚了铺子该关门了，猪肉火烧都凉了。哦，对，火烧。说到底，他
他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要是真想害我，早就动手了。就是这事儿太邪门儿。等这趟活计了了，必须回观里问问老头子。斩妖除魔系统的识别功能有500米的距离限制，超过这个距离，啥大凶都看不见。这10几分钟，这行字一直若隐若现，他这是卡着500米的线在跟踪我。真是奇了怪了，难道是因为我承诺帮他投胎转世？可我也说了，现在道行不够啊。难不成还有别的事儿？哟，几位客官要打烊嘞？掌柜的，我们是真龙观的，赶远路来的，还有火烧没？给来几个垫垫肚子。哎呦，是道爷呀！有，本来是留着自家吃的，道爷们快拿着。道爷，天冷，来家里喝口热水吧。不了，多谢掌柜的，我们还得赶着去下个东家救急。救人要紧，这说什么也不能要钱，算我老婆子一点心意。好吃，还是道士这行好，走哪都受人尊敬。算了，跟着就跟着吧。这么久了，这尊20星的大凶应该没有害我们的意思。可把您给盼来了，快跟我来！我家独苗铁蛋儿，高烧说胡话3天了，郎中说是惊风，开了药，结果1碗药下去，孩子抽得更厉害，2眼翻白，眼看就不行了，俺们这才知道是撞了邪。没有血字提醒，看来只是个小邪祟，对我没危险。村长，这中间没找其他道士瞅瞅？没有，这可是俺家的独苗苗，哪敢找那些来路不明的？一出事儿，俺就直接奔着真龙观去了。真龙观名头响亮，俺信得过。果然，村长都是有钱人。这味儿是黄皮子的味儿。进去看看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小讨债鬼！先定魂，灌他1碗符水。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在哪儿发现的黄皮子？领我去看看。除了土腥，还有一丝被雨水泡过的血腥味。挖出那窝黄鼠狼时，可有什么异常？没啥异常，就是寻常畜生。不对吧？王村长，天道成父，报应不爽。若不尽言实情，这邪我们驱不了，也不敢驱。有啥不敢说的？就是刨出一只黄袍子，谁知道他这么邪性？血怨凝地，蚕食不散，这哪里是惊走，分明是虐杀见血，且有重物掩埋。啥情况？不知道嘞。那1碗符水灌下去，他就成这样嘞。村长还不说实话，你管他那么多做什么？这黄皮子都显形了，你一个道士收了他不就是了？村长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若不尽言实情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你们算什么道士？邪祟都在面前了还不动手？我儿子要是有事儿，我一定去奉天城告你们。俺叫你嘴贱，你再跟俺陆哥哥咋呼一个试试？吃俺一拳！哎呦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村长，您可想清楚了，这黄仙怨念滔天，最多1日，你家这独苗便要命丧黄泉。哎呀，上仙，求你救救俺家铁蛋吧！
都是这天杀的玩意儿害的呀！俺家这口子跟俺那没良心的儿子，就是为了抢黄大仙的这块灵肉，才把他活活打死了呀！粉色灵肉比赵巧儿那些蓝色的还要贵重，价值至少1万块，难怪他们死活不肯说。要这灵肉，还是要你孙子的命？把灵肉还来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哼，想跑定风符，复地诀。待着，还没到你。村长，不能给灵肉，咱都联系好城里商会了，人家明天就上门来收，13000块呀！就是王有德，这黄皮子当初是我们豁出命帮你一起打死的，说好卖了灵肉，一人给我们200块好处费，你可不能赖账！你没了灵肉，拿什么给我们钱？赶紧把灵肉拿回来，不然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！道长，把灵肉还来，今日之事便不用您管了。这一趟的差费，我1分不少的给您。当家的，这可是咱的亲孙子啊，你可不敢糊涂啊！为了13000块，亲孙子的命都不要了，人性之恶，真是丑陋不堪。尔之冤情，贫道已见；王家恶行，天地共鉴。然质子和少跟爷唠这逼嗑！合着你他妈会说话呀？他们毁爷道行，抢爷灵肉，现在你还想让黄爷我放过他们？黄爷我今天就要他家破人亡，第一个死的就是这小崽子！现在这情况你也看见了，这帮畜生已经不打算要这孩子的命了。今日我离开，他们拿着你的灵肉换了钱，转头就能请天师来拿你。你觉得以你一缕残魂，能挡得了正统天师的雷法？你若信我，便进这收阴葫芦，3日内我为你寻回尸首，招魂引生，待你还阳，再持此灵肉，道行或可恢复如初。你一个毛头道士，好大的口气！黄爷我开灵室的时候，你爹都还没生出来呢，想唬我没门儿！得了，你也少唠这逼嗑，让你自己来是怕伤到你这缕残魂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待会儿可别喊疼，地脉如锁，困邪震碎，进来吧你！收拾东西，撤！道长，我们的灵肉！什么肉？灵肉！枪挑一条线，棍扫一大片。你身为真龙观的道士，不帮人，反帮邪祟，还抢我们的灵肉！你等着我们去奉天城告你去！非要把你真龙观的名声搞臭！去你妈的吧！这粉灵肉是你的吗？想去奉天城告我，那太好了，正好让大家都知道你王有德是怎么为了钱连亲孙子命都不要的畜生。承安，论坛。好嘞！那黄仙儿的尸身你们丢哪儿了？撇在村头的那条河沟里了。福生无量天尊，麻烦帮忙找个赤脚郎中，王有德的媳妇儿快不行了。陆哥哥，咱真要帮那黄皮子吗？是呀，陆哥哥，他可是个邪祟嘞，咱要帮邪祟。他是精怪，并非邪祟，没害人，便就不算邪祟。先有因后有果，没有王有德一家，
他又怎么会害人？但，我也说不清这算不算沾因果。反正待会儿你俩离远些，我自己来。就算沾因果，也是我自己沾，与你俩无关。啥话呀，陆哥，把俺们俩当啥了？太没义气了！有事儿，咱们一起扛。还好还能用，去哪儿？召魂引生，这是天师法术，他真要帮我？叫什么？无名无姓。那我随便给你取一个，叫黄焖鸡，如何？随便。招魂引生，需一名直系妾秦在场持灯，否则一招孤魂野鬼，冒名顶替。你有吗？没有。你修行几十年，一窝小黄鼠狼都没有？没有。就算有，现在上哪儿找去？好家伙，2个问题都得我解决。魂兮魂兮，勿恋北邙。东方有明，随光返阳。破兮破兮，莫困黄泉。南方有路，踏火归来。灵台有社，骨血为引。三灯既燃，归位安行。急急如律令。命火熄灭，大兄，怎么会？再请。小子，整你的！这关要是过不去，就是皇爷我命里的劫，不怪你。急急如律令。完了。等下，这是啊？他好像没有恶意，他这是怕吓到我。小的参见大仙，叩见大仙。你妈抢我活儿！真龙观弟子路远，多谢大仙相助。见过大仙，多谢大仙。这到底是啥意思啊？不说话比骂我还吓人。上一次昏迷前就看了一眼，这次真真切切的，太美了，也太吓人了。大仙元首之恩，晚辈要说话了。说不了话？不可能啊！20星的大兄，黄皮子都能说人话，他怎么可能不会？我明明听他说过谢谢。你很好。你很好。他指着黄焖鸡跟我说你很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夸我，还是夸黄焖鸡，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？讲良心，这真不怪我。任谁被一尊20星的大兄贴着，都做不到稳如泰山。更何况他一直不说话，压迫感太强了。他走了，而且好像是生气了。我刚才的反应是不是太伤人了？小子，你到底什么来头？你连女大兄也能勾搭上啊？就是，
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。小子，这东西像是个信物，或者说引子。引子？对，就像你们道观给弟子留的命魂玉简，人在外头要是死了，罐里的玉简就会碎。他给你这个，意思是你出事了，他能知道。他给我这个干什么？还有，他为什么说话那么费劲？你都能叭叭个不停。嘿，什么叫我都能叭叭？黄爷我可是正经修行的黄仙儿，能言善别是基本功。小子，你够仗义！黄爷我修道80年，从未见过你这样的道士。这块有肉块，算黄爷我借你的，日后必定还你一场大造华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觉得就是个救命引子，一个护符。护符？你可以试试将你的法力注入骨盘中。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遇到危险，然后他会来救你。扯淡，一点用没有。再说，人家凭啥一次次帮我救我？嘿，我咋知道？但这东西绝对就是个救命引子，灵法不管用，也可能是滴血，或者干脆摔碎。摔杯为号没听过吗？你胡说八道些啥呢？我操，这玩意儿怎么这么脆？你真捏呀！这种超级大凶给的保命信物，只能用一次，千金难求。你怎么就这么给用了？小的参见大仙，参见大仙，不关小的事儿，是他自己捏的。你又什么幺蛾子？不是，他怎么真回来了？亲娘嘞，这骨牌竟然真的是救命引子！我到底干了什么天大的好事，能让这超级大凶对我这么好？就因为多上了几根香。那个大仙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稍微用了点力，它自己就裂开了。又给了一枚。你小子真是走大运了嘞！黄爷我修行80年，还从未见过比他还强的大凶。有这种超级大凶为你保驾护航，以后你在关外岂不是横着走？走运？走什么运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。不过就算如此，你可也得紧紧着用，要不然容易小命没有嘞。这话怎么说？那老话说得好，天上不会掉馅饼儿。你跟这大凶关系不清不楚的，人家平白无故帮你，这不就是欠了人情债？这世上人情债最难还，今儿个他帮你，明儿个他问你讨债，要你的命，你给是不给？不管咋说，他是大凶，你是道士，搅和到一块儿没好下场，你自己多思量吧。要走了，这粉灵肉只补回20年道行，我得再去寻摸点好东西补补。你要做什么，我管不着，只是我觉得你已修行80年，离修成正果只差临门一脚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若回头去害死王家，成了邪祟，实在有些不值。那你放心，黄爷我心中有数。更何况我这条命是你小子给救回来的，我若是去害死王有德一家，这因果也得沾你身上。黄爷我不是这么没义气的人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黄爷我不搅得他家宅不宁，让他倒上7、8年的血霉，我真是白混了。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说不了话了，他的舌头肯定是被人拔了。
不是在他成了厉鬼之后，而是在他生前，不是在他死后配阴婚的时候。师父说过，有些阴婚为了防止女尸死后不安分，会做出极其残忍的举动。挖眼是让他死后不乱看，不生邪念；拔舌是让他就算见到阴差也无法申诉冤屈。还有他的腿脚，我从没见过他的脚，难道连脚都被砍断了？是了，一定是这样。是与不是，一问便知。他虽讲话艰难，但还是能点头摇头的。你的冤屈，我来帮你问。万一不是这么回事咋整？然后跟遛狗一样，一晚上把人家遛2趟。就算他对我再好，也不能忘了，这可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凶，而且是那种满格大凶。算了，不急于一时。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解决，而不在于确认。现在问清楚了又能怎样？若真是那般，我得开棺续蛇相掩。眼下我2手空空，一无外物，二无通天道行，把他叫来只是徒增尴尬。等这趟活计走完，回一趟宁远镇，到他坟前问个清楚。陆哥，快来，刚做好饭嘞！陆哥，快来快来！林蛙，行啊，逮不少，这味儿真是不错。最后一个活计是青牛村吧？对，又是青牛村。这次说是村里人接连做怪梦，醒来后肚子胀得跟显怀一样，吐出来的全是没消化掉的祭品。这事儿新鲜，头回听说。陆哥哥，他们这是被饿死鬼上身了？具体情况得亲眼去看了才知道，找不准根子，就算你有天师的本事，也无处施展。青牛村背靠太阴山脉，山珍无数，但也妖魔横行。我每出来3趟活计，就有1趟是来这儿，跟到家一样。在笑，来晚了，死人了。看这阵仗，走的还不止一个。我来！我去给村长报信儿啊！李叔，村里到底怎么个情况？先进村再说吧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这事恐怕小不了了。陆道长，你们可算来了。武清观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哈。2道云纹，在武听观里，这辈分可不低了。之前宁远镇那个大师兄见了这2位都得叫声师叔。虽然云纹不完全代表实力，但辈分高的通常本事也大。道长慈悲。村长，这几位武堂观的道长是他们自己来的，我们可没请。说是刚从太阴山里出来，顺路非要留下看看。我撵了好几次了，不走。陆道长，您千万别误会，我们青牛村只信您真龙观的本事。岂有此理！我们武清观何时受过这等羞辱？要不是大小姐……陆道长，快先进屋，进屋说。来几个人帮陆道长把箱子卸了。谁家没了？李来福，还有陈满仓家的小孙子。李来福，那个见人就憨笑的庄稼汉；满仓叔的小孙子才6岁，上次来还抓着我的衣角要糖吃。该死的邪祟！陆先生，请进。你们怎么还在此处？我不是让你们去检查村里的镇邪符吗？3道云纹，是他，武清观观主大天师沈继仇的独生女沈淑兰，传闻中25岁就晋升天师的超级天才，所有男道士的梦中情人，关外最美女天师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武清观，萧字辈沈淑兰，见过陆远师叔。师叔？沈淑兰叫我师叔？
关外道士皆依20字真轮座资排辈，师傅是鹤字辈，我是灵字辈，他入了萧字辈，按谱系算，确实该叫我一声师叔。问题是这玩意儿谁认啊？我们又不是一个道观的。不敢当，道长客气了，还是先进屋说吧。武清观的人向来会做表面功夫，他现在表面客气，心里估计憋着不少窝囊气。这声师叔，整不好都是笑里藏刀。3位道长吃过了吗？要不先垫补点儿。说正事吧。起初中招的人家只是夜里梦见恶鬼，醒来呕吐不止。从第6家开始，事情就失控了。李来福还有满仓家6岁的小孙子都没活到天亮。道长啊，这可咋办啊？一天死一个，今晚要是不除掉那邪祟，就又要……村长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瞅瞅，干嘛呢？这是搁这儿掏锅底灰呢？村长指望他，简直是白扯。2天了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寻到邪祟的踪迹。这件事处处透着邪门，这陆远既然能被如此期待，或许真有本事。陆师叔，我们在此地勘察了2日，也寻到些许蛛丝马迹，你可要先听听我们的发现。跟我共享线索，不应该啊，他不是应该看我笑话吗？不必了，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在作祟，今晚我就能逮到他。这小子纯属吹牛逼，我们不眠不休2天都没头绪，他来了摸把锅底黑就懂了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看他就是想在村长面前邀功，哗众取宠罢了。等着看吧，今晚他就得原形毕露。仙人，仙人呐！陆道长真是仙人呐！这么快就找到了。是啊，看看，这才叫真本事。不像某些道观，名头叫得响，待了2天啥用没有，赶都赶不走。陆师叔，你确定找到根源了？这事关乎人命，可开不了玩笑。今晚若是再出事，村长，立刻挨家挨户去问，最近半月内谁家有上坟祭拜过的，全部领到村里的祠堂。还愣着干啥？没听见仙人吩咐吗？快点去问！邪门儿，我们让他们办点事儿，推三阻四，这小子一句话，他们就立马去办。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仙人问清楚了，半个月来总共有3户人家上过坟。仙人，那天俺家掌柜的去给俺公公上坟，结果上山时磕着脚了，那老坟坡太远，他就图省事儿，直接将贡品摆在了山脚的岔路口，在那儿烧的。果然如此，准备粟米、糯米、白饭、桐油各半斤，再备1只黑羽公鸡、1条青背草鱼、1头花斑乳猪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劳烦婶子带个路，领我去你说的那个岔路口看一看。哎，好。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一切要挟不得干犯，即记如律令。问地符，跟上。陆哥，到底是啥玩意儿，这么邪性？坟头狼。坟头狼是啥玩意儿？百鬼集里咋没见过？陆师叔，这是什么？你又是如何确认的？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。上坟祭拜，贡品若被野兽先食，需立刻补上，否则坟头狼会跟回家，夜夜做灶台讨食。只需在受害者家中灶台内摸一圈，
若有潮湿坟土，且土中带湿蜡味，必是他无疑。而这些是饿殍地脉，唯有在极度饥饿中死去，且尸身未妥善安葬者，怨气与地气结合，才会形成此象。这不是简单的坟头狼。他已成了地缚灵，与这片山坳的激狂之气长在了一起。不到一炷香，他竟然就把邪祟的类型、成因、藏身之地全都找出来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太专业了，这手法，这判断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在他身上，我好像看到了师父年轻时的影子，不，甚至比师父当年还要从容。陆师叔，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笨，当然是引鬼喽，得回去准备些东西，晚上再来会会他。陆师叔风采，晚辈今日才算真正见识，大开眼界。谈不上，以前恰好碰见过一次，有经验罢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这2天就算没见过这坟头狼，用其他法子也不至于一点头绪都没有吧？唉，说来惭愧，我们本想布下天罗地网，等邪祟上门时一举拿下。为保村民安全，我便给了他们一个制作护身香囊的方子。结果从那之后，村民们便处处不配合。哦，什么方子？能给我看一眼吗？沈道长，你可知道这方子里的药材加起来要多少钱吗？朱砂、雄黄、艾草，这些应是寻常之物。不用算了，我告诉你，17块9毛8。你，还有你身后的师弟们，应该不常下山走活计吧？猜也是，一看就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没见过真正的日常辛苦。所以，你们根本不懂，17块9毛8。对于一户庄稼人，是多重的分量。师叔是说，他们就因为不想花这些钱，所以才……可那是为了救他们的命啊！难道他们的命还不值这17块9毛8？对他们来说，这笔钱可能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嚼用。更何况，他们已经花钱请了我们真龙观，知道我们已经在路上了，有了退路，谁还愿意再掏一笔冤枉钱呢？能待见你们才怪了。是弟子太过无知了，师叔受教了。还好还好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人还怪好嘞。村民们那样对你，你都没生气走掉，真是心善。要是我，早就不伺候了，才不受那窝囊气。此身既入道门，成了这窥见阴阳、执掌雷霆的能耐，自然也成了道门的4字天则：道守苍生。若只因几句不解的怨言便弃他们于不顾，那与小人何异？又如何担得起这天责？如江河东去，何曾因顽石阻路，便忘了奔赴沧海的本心？我知道，亦如此。你看他这手法，真是专业，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。扪心自问，我绝对做不到他这般行云流水，这得吃了多少苦？哼，知道我陆哥的厉害了吧？白袍小道的美名是白叫的。师叔，这7星引魂灯不是该用尸油混合胶人膏吗？为何用桐油？他竟然用桐油代替。尸油和胶人膏多贵啊，总不能一趟活计走下来，非但没赚，还往里头贴钱吧？桐油效果差点，但也能凑合用。沈道长，我们真龙观可没有武清观那般鼎盛的香火。我们下山走活，说是就是，其实也是为自己和观里的兄弟们挣一口饭吃。
怎么回事？坏了，今天是阴天，之前受的伤还没好，得晒太阳。师叔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不是都怪你们武清观！你知道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做什么了？可别乱冤枉人啊！我们今天才刚见，你们武清观的人走活系，碰到硬茬，自己没本事，竟然把东家丢下自己跑了。是我们陆哥帮你们把人救回来的，这病根儿就是那天晚上落下的。刚才还背地里嚼我们舌根，要是没有我陆哥替你们擦屁股，你们武清观早就身败名裂了。武清观青字辈弟子梁觉民见过陆师叔。武清观青字辈弟子周书丹见过陆师叔。武清观汉字辈弟子万世昌见过陆师叔。师叔，这是我武清观的聚阳丹，服下可缓你2个时辰的寒气侵体。还有吗？2个时辰可能不太够。聚阳丹不常用，所以随身只备了这1颗。罢了，那这丹药等今夜抓那邪祟时再用。那今夜便要麻烦各位助我一臂之力了。任凭师叔调遣。不愧是聚阳丹啊，我感觉浑身充满力量。一灯照破千年暗，7星接引九游魂。恶袍飞愿成地缚，宝石一盏早烧生。登旗！无碑无种亦有名，地脉深处藏真形。镜花水月虽虚幻，一点灵光现而称。之前是恶，现在是馋。你馋的是活人的生机，到此为止了。这股道韵是半步天师，这只是半步奉天师，18岁的半步天师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看我干嘛？哎呦！阴天无日，阳气亏空，我的精血效用大减，还是这位师侄的血气方刚，正好借用一下。土为肉，米为骨，血为脉，水为筋，筋素乳形，暂代彼身，成。贺三长，以此身为凭，食此焰香。走，过去。半步天师，他真的是一个17、18岁的半步天师。之前那声师叔叫的一点都不亏。血食非为杀，慈悲度汝鸡。一顿饱足后，好去莫回头。汝身非汝，地脉为家；汝鸡非鸡，执念成疤。今宝石毕，
让归泉下，桑树为证，愿消孽散。结。去，把山下的陈村长他们到院子里去，我马上过去。好嘞。